经典的艺术家、经典的作品、经典的电视呈现，让我们一起共享经典。欢迎收看七彩戏剧频道为您推出的经典回眸。不少优秀的演员不仅在自身的领域发光发热，更虚心学习其他剧种表演，博采众家之长，以丰富自己的艺术表演手段。1985年12月，上海电视台大舞台节目当中就汇集了一批多才多艺的演员，举办了一场形式多样、内容丰富的反串晚会。在这次晚会当中，京剧、粤剧、沪剧、评弹等各个不同剧种的演员不仅挑战了兄弟剧种的表演，而且还展示了戏曲以外的个人才艺。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下，演员们的精彩演出给观众朋友带去了别样的艺术享受。场地准备好了没有？我们录像开始啊！开始。怎么今天我们没有节目主持人呢？小陈老师呢？今天我们的节目没有节目主持人。由你们自己串，你们每个人都是节目主持人。2号曹金伟，现在你把镜头推上去，找一个演员。严庆鹏，现在镜头在你身上了，我们这个节目就从你开始吧。好。今天我们这是反串文艺晚会，我觉得今天在座的各位吧。都是不管什么剧种什么行当，都是要开口演唱的，是吧？我觉得今天最彻底的反串呢，就是开口演唱的演员不开口。这看好不好？好主意。谁能够开口怎么演呢？啊，不开口嘛，就是舞蹈嘛。是，还是我们大姐聪明。谁来先上舞蹈？吕仪阿拉头的吕仪吕起舞，一个跳舞。好吧，我就跟李建华为大家表演一段《回娘家》。好。跳得不好，请大家看了以后多多指教了。现在我们应该请著名电影演员王富丽为大家表演一个节目，
因为他是我们今天特地请来的客人。对，大姐，那我们请王福利大姐给我们唱一段京剧吧。好，来，那我就给大家唱一段《苏三起解》片段。好。王福利同志啊，他在很繁忙的拍片工作之余，向音乐学院的著名的王品素老师那儿去学习民歌。我们让他来一段民歌怎么样？好。那我就给大家唱一个熟悉的歌《15的月亮》，好吧？好。照在家乡，照在边关。
见扶着悬崖的众人，以为保卫国家安全。祖国昌盛，有你的贡献，也有我的贡献。团家团圆是我的心愿，也是你的心也是你的心我唱的不好，其实啊，唱得好的人在这儿呢。接下来我们就让王作新给大家表演个节目。来，欢迎。今天既然是反唱晚会，那我也为大家唱一首带有浓郁的江南戏曲风味的曲调《无锡景》。这首曲调呢，是重新填词儿的，现在的名字叫《贺新春》。我就用这首歌献给诸位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。好。还有无锡味道，对吧？不错。哎，俺说到了，华文为他唱三句的。哦。一会你华文为大家唱一段，好吗？我们为大家一唱一段三句红花曲里向的《三三为三金香考》。好。
梁谷英已经换好了服装，她这身打扮是啊，这是秦探中的行路。哦，欢迎。严新盘这次被评为上海青年艺术世家，下面怎么样？请小严给我们表演一个。好。那好，我就为大家演唱一段这个加拿大歌曲《清晨的雨》，向您学习了。我的心中多悲伤，孤独地站在这飞机场，在这蒙蒙的晨雨里，远离我可爱的家乡。想念啊，心爱的姑娘，没有你我多么凄凉，钱包里面空荡荡，我去向何方？飞机的马达轰隆隆响，鹰眼在天空飞翔，它正朝着西方飞去，在那高高的云彩上，那
哪里没有蒙蒙的晨雨？灿烂的阳光永远明亮，一眼飞去的地方，就是我家乡。我可爱的家乡是个明媚的好地方，可是在这冰冷的机场上，雨水湿透了我的衣裳。你能够攀登火车，飞驰的喷气式怎能飘得上？在这蒙蒙的晨雨里，我只好流浪。拿下。我们京剧演员唱歌啊，那纯属是业余爱好。不过这个呢，对我们艺术呢是有帮助的。我知道歌唱演员有的也很喜欢唱京剧，你的京剧就唱得很不错的。不是啊，哎，欢迎你给大家演唱一段京剧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那我今天为大家演唱一首《红灯记》选段。好的。做人要做这样的人。好，大家欢迎。说
为大家表演那个节目，下面我就有权利来点一个节目。我平时喜欢听评弹，今天评弹团的秦建国在这，我想请他为我们演唱一段评弹吧。哎，小姚，不行，今天呢我们是返川晚会，对吧？所以呢我们呢都不能唱那个本行当的。如果你喜欢听评弹的话呢，我倒可以介绍一个人。那我们沪剧院的张杰，他会唱。张杰，来吧，我们要我学着为大家演唱一段评弹《安堂韵母》。我是跟评弹团的秦建国学的，不过呢，我唱的不好，请大家多多的指教。天哪！嘿儿来了。唱得不错，大家来听个唱，唱到啥都有点味道了。我唱了一段评弹，接下来呢，也请侬唱一段妇女的舞剧，大家讲哪能啊？舞剧从来没唱过，我只会得一小段这个卢后人当中，倒是缺个眼眼了嘿。眼眼嘛，那么就请侬打打我，带我拍一拍。好吧，看起来。
哎呦，不敢当，因为这个一头唱是水晶老师当我爸的，唱得很不好。但是现在我你请水晶来为大家表演。水晶。哦，今朝是反串，我是唱本帮的，那么侬彻底唱啥侬自家报吧。那么我就为大家唱一段苏联歌曲《共好，青的日子》。大家好。把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，穿好军装，拿起武器，共军团员们集合起来，踏上征途，万众一心保卫国家。我们再见了，亲爱的妈妈，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。再见吧，妈妈，别难过，莫悲伤，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。再见了，亲爱的故乡，胜利的星会照耀着我们。再见吧，妈妈，别难过，莫悲伤，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。好心爱的一切，宁死也不能让给敌人。共军团员们武装起来，踏上征途，万众一心保卫国家。我们再见了，亲爱的妈妈，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。再见吧，妈妈，别难过，莫悲伤，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。再见了，亲爱的故乡，胜利的星会照耀着我们。再见吧，妈妈，别难过，莫悲伤，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。娘子的心事我是猜不着了，不过我还有一言，请娘子听了。生生世世在一起，我富裕时来你岂不是？你岂有时来我付去的？是今日你诉情在。要是还在，就是你。你也是。
子啊，今日里你我共赏中去，团圆圆，团团圆圆是夫妻。来来来，与你谈谈心，家家门，欢欢喜喜度佳节。嫂子讲，我月节目唱过了，那侬好唱胡节了。好啊，那我就陪侬唱一段胡节。里边，侬看。家里将我迎。黎明啊，真相永远不生生世世同心为革命，这恐怕我上心，上心。让我在月光之下好好看看你，多看一眼也是上西修身伤心你为不到半世人，为当工作刚开始，为谁再走几十春？更何况
我俩曾经生我为，今天方觉心里心。大体是我委屈你，马君休将我见。那一天来花府听从相见，原谅我少把不必伤你心。你是非黑白分得清，打了我心里更加爱你的。我俩是同为革命受委屈，耿耿于怀两心。我为你是为你欢笑。我为你骄傲，为你高兴。上山，我们马上就要到苏区去了。这个是我多年的心愿，可是你以为我现在多么想听听侬为我做的那首诗。海波一人来扬红，每把伸手随过境，四季就熟不美。茉莉去，千山落到江岸人，女作海滩一对伤。与你相会，红尘婚。欣赏了之前的表演，我们不难看出多才多艺的戏曲演员们的反串演出展现的是得心应手、游刃有余。而从另一个侧面来看，掌握了更多的演绎技巧，也能更为丰满地塑造舞台人物，增强戏曲的表现力、感染力，从而带给观众朋友艺术的美感和享受。
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结束了，在下期的节目当中，我们还会播送更多珍贵的电视资料，希望大家还是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的节目。当然，如果你有什么想法要对我们说的，也可以通过发送电子邮件或者是写信的方式告诉我们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经典回眸，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。